收元。三佛燃灯不佛释迦牟尼佛弥勒佛。如何与老母娘同在一任理时修一理，不依人修道，任指真一人一出错，一理是良心，二行功了愿，天不能言，地不能语，人能弘道，非道弘人结论。而的敦厚善良造就母的完美圆满，儿的光明坦荡照耀母的灵明清虚，儿的柔和宁静凝聚母的慈悲感应，儿的知足感恩建立母的欢乐喜乐，儿的无私无我辉映母的无边无量，儿的屹立不摇契入母的永垂不朽本尊与分身关系。 On call. 资料来源网址https://drive.google.com/files/d/0b_cas1zm/6/view pref equals 2 and plea equals 1 and page equals 1095389915047674483005